知影唱啥无？我毋知。互你笑甲二西西，咪西西，福建阿狗，你就笑嗨嗨。笑嗨嗨，你是无听过？我听过，我真毋知唱啥。啊，跟你阿假讲，你会晓咧？笑嗨嗨。我也无讲我会晓啊，无你是咧假啥？你甲我讲。我在 repeat 你唱的啊。哦，我想讲，咱中心录音啦，就是爱安尼，福建阿狗，就爱笑嗨嗨安尼啊。我相信听众朋友听到咱的声音，应该是足欢喜的啦吼。哦，足侪人咧问呢。一直吹什么意思诶？休困一下哪样？对啊，我这休一个月尔呢。对啊，你毋知我跋倒晓，我敢袂好咧。这侪人问讲，你是摔着骹还是摔着脑？拢有呢。会影响哦，听众朋友。对啊，袂惊，你知无？倒伫遐，敢会使一直食物件安尼。啊，食饱就会饱醒，就是要困。嘿，我知。多谢你哦。好啦，毋通阁吹啊，咱重点要来啊吼！新的一季开始咯，听众朋友，阮转来咯，转来咯。今年就阁请大家多多指教哦。对。好，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小编听你讲出来的爽，无论你是考试成绩无好、失恋、上班有头家骂，啥物拢会使讲。还是你有啥物新的资讯想要分享，小编知影嘛拢会使哦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大家来开的 Podcast 节目。来听白边，白边。来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还有甲观众朋友写的批用台语念出来。啊，若一个月无伫咧耳机内底听到我的声音，你有感觉讲我声音足好听的无？完全无，谢谢。你搁讲一遍。无。我足轻盈诶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今日节目就到这啊，感谢大家收听，再会哦。塞落你知影？输过伫后壁，一个月无叫别人拍，就是变做安尼啊。想袂到咱即季新的一集竟然是咧顶一季的欠小爱甲念互了。哟，紧行咧吼。毋是啊，大家毋是甲恁讲阮今日休困啊，恁阁一直安尼写批来安尼，阮压力足大啊，你知吗？你休困的期间，你有批啊？有你的批哦，你有批啊？你的批来啊哦。我白白为你的包裹哦。惊倒人啊！要来过年啊！恁安尼伤刺激啊！吼。嘿妹，来无囝嘛是真感谢啦，知影讲大家有大家寄这物件来，才有一真欢喜啊！阮就会使安尼，福建阿狗你就会笑嗨嗨，阮就是食肥肥，结合推推安尼哦。好，首先来听头一个老话哦。好。我白白恁好吼。即届咧，因为恁讲即摆是无啥物特别主题吼，所以我就想讲，来回答你的问题吼。首先咧，恁都是有咧问讲吼，为虾米我即届无寄迄个饭仔肠吼？先甲恁回释咧一下吼，因为首先咧是加拿大邮政即边吼，即几年啊，常常咧罢工啦，所以本来就足烦恼讲，因为我即摆是寄迄个卡片嘛。我即摆就是有咧烦恼讲，迄卡片可能都已经有可能寄袂着啊，所以我都想讲先寄卡片啊，后来看即边诶邮政诶迄个状况较稳定诶了后，才来想看要安怎寄吼。看是伫即边寄呢，还是等到我转去台湾再讲。所以咧，麻烦黑白白吼，小可先等一下吼，麻烦。过来吼，黑白有问讲，加拿大是伫倒位啊？佮甲美国是偌远安尼？即边先小可解说一下吼。照地理来讲哈，美国甲加拿大是隔壁出去，这是无问题啊啦吼。但是咧，东边甲西边是不了解远啊，所以像我当初是咧，我是对西边开车再甲东边这边过来吼，差不多总共是4250公里。照台湾的迄状况来讲诶，差不多会当坐4摆啦，差不多是安尼概念吼。上尾仔咧，我顶届有讲到迄个甲团是正确迄个叫法吼，是叫迄个 The XX， 毋是 Double X 吼。甲黑白边小可解释一下。顶届迄个卡片哦，顶悬写迄个法语诶，迄叫做 Noel。若是你想要祝福别人诶元旦节快乐诶，伊都会当安尼讲吼 ，Joyeux Noel，Joyeux Noel。大概是安尼吼。上尾仔咧，恁有问到讲是阮今年是要听到啥物款的内容吼？我家己是感觉讲，即摆恁的主题一定是非常的丰富啊。但是我有想到一个主题，我感觉，因为我伫别个 podcast 捌有听过吼，我是感觉这是不了趣味啦。我是建议讲，可能会当考虑讲，会当做call in啊。我感觉这是会当互听友一个练习台语的一个足好的机会啦，大概是安尼。好，差不多就安尼，拜拜。
拜拜，拜拜。即个迄名声，感谢即回乌边子也无舞毋着加拿大的大夫。啥物意思？我已经做侪届无甲你舞毋对啊，好无？我讲啥你拄西边搬到东边安尼，但是小远安尼4250公里驶台湾4年，我无法度想讲迄个想法。大夫你塞车，毋爱塞偌久。大夫你安尼驶几工？你这重点无回着呢？你甲阮讲迄个时间，但是重点是你安尼塞车塞几工，而且你是塞啥物车？你的行李敢若一台车尔，安尼你的行李嘛是足少的呢。伊当叫搬厝的公司处理哦，你讲先行入去啊？我叫是毋是啊？但是咱看电视就是我就是载规车我家己厝里的物件，啊，但咧旅游啊，拄一个所在搬去一个所在啊，这才有迄种美国的感觉啊！啊，美国有迄种大公路，你知无？哈66号大公路，阮男朋友伊嘛皮又翕一个，就是你塞迄个车，我是毋是顶个有讲过？无印象。哦，是哦，大家通去看，阮男朋友嘛皮又翕一个。你一下恁翁，一下恁男朋友，我一个困翁毋着去毋是啊，我一个翁一个男朋友，这敢有啥物困难呢？我问你，阮翁是啥？我无想要讲啦。等下面阮翁是啥，恁知啦吼？好，继续吼，伊4250公里驶偌久？我较好奇即个部分。3暝3日，你敢驶会到？3暝3日，一工啊驶1000外公里呢？但是你踅台湾，毋是一工就会当踅完啊？上好，哦，那就骹足酸的呢。好啦，可能骹就酸，敢上塞车的？你是袂晓驶车，你知影？伊伫会迄，晓啊？伊伫迄吹油门，迄骹足酸的好无？哦是哦。啊，你拢免打动哦。哎呀，对啊，拜托诶，骹嘛足酸的好，而且你迄规身躯的阿妈骨安尼惊掉咧。哦，我忝的好无？你咧甲坐车，甲困尔啦，听出诶啦。歹势。好来，你讲你迄饭仔汤无食，是因为惊饱工是毋？好啦，即个理由我接受啦。嘿啦，无要紧啦。来考试，拄则伊讲迄个法语免啊念。Joyeux Noël，敢有在清楚？毋是 Joyeux Noël， 是毋是？我听是袂记啊。好，大家爱学起来吼，咱听咱台语台节目，毋来当学台语，佫会当学法语，佫会当学一寡无共款所在的语言吼。真趣味哦！啊，听众朋友，你若想要念互阮听的时阵，你会记你先寄一个语音的范本过来，若无迄黑白边是无法度甲你念出来吼。对，啊，迄乐团的名我拄仔听过啊，袂记啊。你若佫想要知的人，家己佫切倒去听。啥物？伊拄仔讲啥 The Double X， 哦 ，The Double X， The XX， 削减都袂记。好啊，即个新主题考印的部分吼，大夫啊，阮遮咧录音的时阵，你敢知影恁加拿大是几点？我拄则甲你看者，恁加拿大即摆是返点啦，返点佫加10分啦。嘿，啊，即个时阵若敲电话互你，你敢若都接，还是讲你拢半暝啊1、2点才困？阮是会当考虑，但是因为阮想讲可能有咧听众无要接电话啊，是讲阮毋知要安怎卡。对啊，因为若是要录音，一定是咱开一个 Google Meet 啊，伫咧线顶等。还是讲有一个录音的系统，譬如讲你迄边你用你的手机啊录音，你才甲迄个音档传过来。这个讨论啊吼，有想要甲阮敲电话的先小妹还是老话来甲阮讲啊。阮看卖有足侪人的无啦，有热情无？有热情无？你迄热情够足重的呢？你搁一遍有热情无？有够热啊！歹势，我是热啦，我是热啦，我是热。好，差不多就是安尼。啊，新的一季希望有搁较侪像阮大夫安尼加音档的人来哦。嘿啊，足期待的。啊，佫有，嘿，大夫佫有问讲，咱两个敢有想要开家己的节目？请问这敢毋是阮的节目？尽量会当讲一寡屎尿屁。你啊台哥诶！上好是即个世间有遐侪屎尿屁的，当去拄着。我若是一直甲你讲屎尿屁的代志，表示讲我逐工拢伫便所拄着即个代志呢。敢会当咩呢？我是希望讲我的生活是安尼芳芳水水安尼。巴肚枵啊！我无想要，哦，都吵诶！你控制好，敢好笑。你是毋是一个月无甲我开讲，你感觉足欢喜的对吧？我看你搬到这，我无，你一个月边啊拢无人应邀你看哦。对啊。啊，安尼你的生活一定过啊足无聊的对吧？无人像你遐够搬的啦。我来感觉你甲我骂啊！无甲你学了。我听袂出来。好啊，迄个屎尿屁，我甲你讲，阮主管拢，这刚才讲。好无听到没有甲食吼，我啥物拢无讲。听到没有？阮是一个教育性的对，教育节目，袂当讲伤济屎尿屁。对，你若是因为讲，譬如讲身体有过因，还是讲你破啥物病，会去落屎啊，还是讲闪尿啊，还是讲你会一直放水屁啊，你会当因为创啥？你真厉害，水想出来。
就是你爱因为讲你是因为破病，啊，咱有教育意义，咱甲人讲啊，你若是得即个病，会拄着啥物状况，啊，咱是咧生活中拄着即个人有发生即个状况的时阵，咱爱用啥物心态去改变。但是即种诶，做有教育性诶，咱就会使讲。啊，若是迄种哦，你今日放屎做吵诶迄种，嘿歹势吼，这较少。个毋免啦，毋对免对对，啦吼。阮这个无教育性，你知无？啊，你都无知识，无要不？我是毙掉。无，继续暂停这个话题吼，咱说来后一张。棒球的阿美，阿美讲，黑边白边您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棒球的阿美。真久无写批来，是因为最近咧无闲剧团的演出啦。逐年的即个时阵，都会固定去各校演出，甲200外位的学生仔互动。我感觉厝遐拢特别互因的热情兴起来啊！看到小朋友的笑容，会互我甲疲劳拢挡掉呢。刷落来准备要过年咯，想要请问黑白边过年敢有啥物活动？我有甲阮活动的相片，我是穿白色衫的迄位。祝福黑白边甲大家新年快乐哦！想要问黑白边过年介意食的年菜是啥物？有吧拢好。坚强真好臭回答。遮无紧，哎呀，就你毋那样是上紧食，啊！我上紧食，伊搁要煮迄我无爱食，你感觉我敢要转去？我是毋是讲了有道理？有道理。就咱是迄烟肠，若是有切片有无？嘿我会甲迄两边的头截掉。为虾物？你就看到迄盘烟肠拢无头。有人拢无爱食迄个部位呢？我上爱食迄个部位，为虾物？迄个有啥物好食的所在？因为伊整起来一定迄个所在上臭的搭。我讲恰恰的感觉。对，迄个所在是安尼上好食啦。哦，了解。而且因为迄个所在是咧拍家的所在，若是肥的肉，我会去用接去边啊，所以迄个所在大部分拢无肥肉。确定。我的经验啦，啊，阮兜拢是食迄高粱的迄烟肠。哦，有酒味的迄种。对，迄有较芳。啊，你介意食啥？我介意食甜粿。甜粿，我爱食甜的。过年一定爱食甜粿啊！我爸妈妈，我今年无食着甜粿，你有听着无？是安怎无食着？哦，因为我最近就转来啊，摆卡的人无想要踮伤久。啊，你无为恁兜摕一寡甜粿，家己起来处理？我就无法度徛咧，你是要叫我煎啥？我徛咧卡会酸呢。哦，等下当选倒一个代替的活动。哦，你想要代替的活动？什么活动？这个活动你莫参加。那就这个活动，我感觉受刺激啊！等下再讲啊，我若是会记，咱等下再讲啊。阿美阁有讲，伊希望后一季想要听咱读台语的册，问咱两个敢有兴趣？台语的册吼，好啦，阮才去联络迄寡作者啦。若是阮就是三不五时插一集讲，阮就是伫念册。啊，你若听到讲阮伫念册，迄个表示讲阮两个冤家，可能无啥物讲。跟你造谣，安尼要赶紧去找有啥物册？念册都毋免讲话，是感觉是要冤家是吼？多谢你吼。阿美阁有问咱两个过年有啥物活动呢？活动就是食饱困饱食博粿饺，你像博饺，对，博饺啊，输钱骗钱，骗阮阿舅的钱，无骗着阮阿舅够含的，阮阿舅会讲伊画啥爱迄个牌的什物呢？哈，这神奇！算喺10点半，伊讲无可能啦，过5关啦，创啥夭寿呢？拼袂赢伊呢？伊原本家己桌顶的钱全部拢赢了，迄10箍拢无啊！嘿，结果全部佫拢伊的，阮5个人全部的钱都去。对啊，伊做真有够厉害的啦！够含的啊，阿舅你有听到无？阿舅是毋是有动骹手？对啊，我感觉你有动骹手诶，钱佫摕一寡我好无？阿舅敢有挂目镜？阿舅无挂目镜，无挂目镜。阿舅目睭做好诶。哦，我爸妈妈，你有听到？甲恁哥讲者好无？叫伊甲钱我。啊，你敢有去啥物活动？无呢。你嘛是共款食饱困饱食呢？对啊，因为即摆大家就是食饱就咧看手机啊。哦，你会当互伊看你的手机啊有啥？迄毋是共款嘛？你看我的手机啊！哎，你看我的手机啊！啊，有啦，阮都会大家吹吹一下开讲咧，啉酒啊，食物件啊，啉酒无？嘿啊，啉高粱吼？无呢，阮介意啉迄甜甜的酒。哦，臭梅酒。你这臭梅啊！谢谢啊，我真是臭卡。我无讲哦。好，我甲你讲，刷来是后一张批。哦，后一张批是迄个哦，日本来的哦。哪有讲要来日本的，伊就来啊哈。嗨，后一张是嗨是随加要讲一句啊。こんにちは。刷来是好讲的阿元，好讲的日语变怎讲？福岡卡。哦，你会晓呢？好，阿元讲亲爱的黑白边恁好，你迄个乌狗写毋对哦，我看出来啊。即摆听到有村网友徛多摆犁田经验，足有感觉。
我嘛想要来分享是安怎讲咧？因为我顶个月嘛是骑脚踏车去上班的时阵跋倒，甲我正手大拇骨头创甲长去啊！迄当时我伫咧车道边仔咧骑，为着要闪后壁来的车，我就想讲为车道倒弯骑去人行道，想袂到伫我伫踅handle路的时阵，煞因为踅角度伤浅，我的车链就拄好去互人行道甲车道迄个溜溜啊悬的坎仔去卡掉咧，我就安尼规个人为车顶摔落来呀！摔落来了后，我真正是规个人硬去。正手阁因为拄着涂骹来扭皮，规个手盘全部拢是血。落尾我就找一个会当停车的所在，甲车停好，甲主管请假了后，就随去病院，互医生看。照电工了后，才知影讲我大拇王的骨头长去啊。医生阁讲，若要甲骨头接起来，就需要断医甲开刀，用铁线甲骨头定起来，固定好势。夭寿哦，太这严重啦！我真正是想袂到呢，安尼摔一个竟然需要断医，阁爱开刀。无采我平常时遐尔拍拼咧健身练身体，即摆骑脚踏车跋倒，应该是我人生当中上严重的一摆。而且因为我一个人住伫日本，伫遮无亲无情，正手袂使使用，有影是对生活有真大的影响。我即摆无法度举字，嘛无法度写字，煮饭洗身躯遮个工课嘛足恶做的。好佳在，剩的4个钟头啊，阁会当使用。上班拍电脑也是阁无啥物问题。讲到遮。请大家毋管是骑脚踏车，还是骑乌多摆的时阵，一定爱细字，爱随时注意车路的状况，千万毋通因为变紧，就袂记咧安全驾驶哦。P.S. 是讲，因为即摆我无法度写字，所以后边机台对复工来的光批，可能就爱请你搁等一阵仔哦。是的，多谢大家，我是复工的阿元，希望后一季会当访问零沙。哇，伊讲的是03呢。是要访问阮03是无？安尼我阁来敲测一下。你去敲看卖者，可能是有较困难，因为03这无用诶。哦，对啊。伊等下想讲奇怪，啥叫03？你甲大家讲，因为灵山啊，灵山就是海音就对啊啦。对，这所在连名拢爱用海音嘛。真趣味。阿元啊，你的手要紧无啊？嘿啊，阿元，过一个月啊，你的手敢好啊？对啊，一般骨头啊代志，一般骨头长去差不多爱6礼拜，若是少年人长底用的时阵爱6礼拜。啊，后边是过6个6礼拜。6个。毋知影你的6礼拜过啊未？希望你即摆有较好啊！你即个光批我无着急啦，你身体健康较要紧。嘿啊，阮拢上希望恁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、食好肥肥、计好推推安尼，上好啦吼。光批无要紧啊，你有即个心意，我已经收着，我真欢喜啊！对，已经收着心意的光批。你用迄个顿灯，我想讲你是要讲啥？我收着要讲啥？塞落。毋知阿元伫遐看医生会足贵哦。哦，对啊，伫国外呢。对啊，你遐敢有保险啊？敢有像咱咧有健保，还是讲有迄保险会当甲你卡无？嘿啊，伊讲一个人住伫日本呢，可能会使请看护甲你洗身躯。你毋是迄日本有足济迄我来陪伴，无迄无共洗身躯。讲啥？我想讲有看护啊，还是创啥？陪你创啥？哦，对啊，我就是有这啊。咱台湾是要请即个服务是足简单的。大部分登去敢无需要请到一个人来甲顾的程度。嘛歹烫衫创啥？你毋知迄哦？骹疼肥手疼散啊？因为手骹疼就是因为袂使行嘛，就是手会使叮当，你使食出侪物件呀。哦，啊，你若是手疼有无？你就是袂当摕，袂当创啥食饭迄吐滴，搁爱用另外一只手无，就会食较少啊，因为有困难啊，所以骹疼肥手疼散，我阿妈你讲，你拢无去听。我阿嬷无甲我讲过，我顶个骹疼起时，我就有甲你讲过。你就是无伫听。才比如敢有即件代志？毋是，是我甲你讲，我因为我骹疼起时，阮是后壁才甲听做朋友讲的，好无？哦，你就是无伫听我讲话啦。嘿，歹势哦。好，希望阿元即嘛有较好啊。对啊。啊，大家迄保险嘛真重要，骑到我爱细字哦。毋通因为讲骹踏车做办的，你就劈来劈去哦，吼。嘿，安全驾驶。再来是后一张批园林的玉机啊。园林的阿基啊，阿基啊。哪叫阿嬷？哪叫阿嬷？我来讲。阿嬷叫手机。哎呦，敢是姊妹？玉机甲手机明明听起来无共款，伊叫手啥物才是，好无？哦，是哦。因为拢是名是第二字啊。袂当做迄机哦。无，一般是第二个字的是做伙轮的。哦。像讲会叫手啥手啥。手机、手风、手玉啊，安尼啦。对，阮阿姨叫手米啊。嘛，甲阮手机啊共款的啊。好来，黑白边您好，我想要分享一张书啊怀念的宝贵相片。这是我的细汉查某囝，伊23岁时阵陪阿姊去友台录影。这是一个囡仔的歌唱比赛。迄
迄当阵制作单位特别安排姊妹啊合唱一条台语歌曲《双双飞》，但是无入入比赛。阿姊是唱《天公疼5人》做比赛歌曲，落尾制作单位有寄录影的 DVD 互阮。这是以后阿姊结婚典礼的时阵，准备要放互人客看，哈哈哈。18年啊，阿姊即马已经26岁咯，小妹嘛19岁。阿姊当年去台北录影的时阵，才国小3年尔呢。讲来实在无简单，因为爱先参加海选，为剑湖山台南公园百货公司一直比，上尾才有法度去台北的花市录影。真正是过5关斩6将啊！赞赞赞！我是玉姬，多谢大家。好厉害呢吼！对啊，哦，大家会当来看这个相片吼，阮会甲伊铺出来。嘿，因为有上过电视啊，阮就袂甲伊拍马赛克。对，伊无你家己找迄个电视的画面嘛有看着啊。对对而且对。真细汉啊，真大汉啊，大家嘛认袂出伊是啥。诶，天公疼5人，那想不相信天公一定疼5人。我跳袂出来。相信的人一定会老好阮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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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变做世界上水的人。就安尼落一条落了。听面有讲讲伊要咱两个无法度去参加，袂记你歌词吼。我要去参加的时候，我会甲背起来，好无？哦，对好啦，玉姬阁有问讲，请问黑白边园林的美食，你上爱食啥物？你讲去过园林？有你食啥？烤肉饭。哦，会使，互你过。我最近较爱食圆仔冰啦，啥物是圆仔冰？圆仔冰啊，八宝冰，你有食过？哦，有。就是阮遮有一我去间是台南食一间。哦，一点无阮园林的好食啦。台南乡亲袂爽来，真啊！对，台南乡亲袂爽来园林嘛。台南腔哦。我是学因啊，互因加做讲我是台南的。你会要钱啦吼。对，但是园林圆仔冰穿的有2间啊。我以前介意食这个圆啊，吼，啊，我才开始食圆哦。还是一年四季拢要食哟。水，对啊，寒天闻那只，足爽我甲你讲。是哦。但是有烧的啦，烧麻糍迄种啊。对，啊，我嘛爱食迄。圆有烧麻糍啊，嘿对。另外一间无，另外一间有迄米台肉冰啊。哦，米台肉好。米台肉你搁咧倒？咱家己喙拢有问题。阮兜就讲米台肉的，毋是米。哦，恁是米台肉哦？米台哦。哦，对。所以恁的米台肉拢会呆呆。可能互华语喊起啦吼。哦。我搁爱食迄肉丸。哦。对，顶间已经有讲过啊，迄间的迄相啊，有一个人毋是有约出来是倒位的肉丸对吧？嘿。应该是有春，我会记是有春有约着。啊，搁有迄我搁爱啉素心汤，伫咧补习班带对面迄间的素心汤。哦。这园林人一听就知影呢。啊，若是想要知影的人会当来甲我讲。啊，我以前搁爱食迄米糕，但是米糕迄间做有名，迄间因为已经无开啊，所以真也无食迄间，就食另外一间。哦。啊，肉丸搁有另外一间，伫咧迄一间最大间的病院的迄隔壁巷仔内底。哇，我拢毋知影。啊，搁有拉面。拉面哦，拉面。对，阮老母拢食迄银行对面迄间，啊，我拢食迄3间中的迄间。恁园林是干那一间银行？迄银行一讲出来，大家知影是倒位啊？你知？我之前搁有敲电话去迄间面搭呢，去创啥？因为迄当阵就有人问讲，迄拉面迄个拉是啥物啊？哦。有一条新闻有啊，我就敲电话去问伊啊，因为其实迄就是辣意思，辣。因为有的人就讲，伊认为迄个是拉面啊。拉对，伊叫是拉，毋是啊。哦。咱像阮园林阁有一间，一直糊都糊无麻呢。我的拉伫倒位？对，伊真无物件，伊就是一个大骨汤，啊，搁加一寡韭菜啊，哦，一定爱掺迄个灵魂，蒜蓉甲掺落去。哦。伊个汤的滋味规个，所以是食汤的就对啊。对，食汤无人食大的。无物件，伊就是一个汤啊，就是一个面安尼尔。哦。了解。但是伊就是一个滋味，啊，重点是爱切一盘粉肠。粉肠。对，啊，搁有肉丝吧。哦。对，好，多谢欧贝分享。台北敢是讲肉丝，我袂讲了啊。
食肉中素嘛，敢若嘛是恁阮园林特别的称对呼。对，重点是我爱食3间中的迄间，因为边有煎粿，哦，我爱食煎米糕。哦，煎煎米米糕糕是煎甜的，恁知无？毋知呢，我嘛想要食看觅，来啊来，我啉啦，互你食个吐出来，我跟你讲来写起来。我顶回去买迄啊，绿豆西牛奶，足好啉的。你讲有啉没有？嘿啊，哦，我毋知倒一间就凊彩路边买呢，哈，足侪人排队就去买啊。哈，你爱买迄啊？阮细汉时阵拢食迄元龙带对面迄间，我都毋知倒位。嗯呀，你无甲我问啊？呀，他等的名，这敢有拍广告的嫌疑啊？你问我园林的物件，阮园林佫有一个物件伫咧山骹路骹，有一个阿公啊，伊剃沙酱，伊会当煎油饼，还是用手去饼迄个饼哦。一什么饼？块5块红豆饼、菜头饼，红豆饼敢毋是迄圆圆的？毋是，你毋是公仔饼，是就是一个饼，咱像是有看起来有淡薄仔像迄心得的迄水润饼迄种大细，啊伊内底就是包啊，啊伊就是安尼煎，等下伊剃沙酱伊安尼hen，所以伊是用煎的。对，伊用手去煎呐，啊伊油条我想讲应该是袂烧，客我要烧啊，手去烫着呢。要是原林好食的米，等下讲几集无？好，安尼先到遮吼。尤其你知吼，你毋知你搁私信互后边啦吼哦，。多谢。后边再甲你讲倒毋是啊，伊位吼。都原林人啊，佮甲我问是要创啥啦？啊，伊可能想要知影较正确的位置啊。哦，好啊。尤其搁有问讲，想要知影安怎才有法度通过台语的认证考试 B2 吼。 B2。我来讲，你去买一本册叫做《咱来考试》，你甲迄本读好，读熟了后，你就直接去考试就好啊。就会当去考 B2 啊哟。毋是，你就直接去考试啊。人问 B 你直接讲考毋试。是我感觉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对你的拼音有信心无？你若是像白边，就是拼音遐尼好的人，就是去考 B。啊，你若是像我拼音无遐有信心的人，你就是甲咱来考试迄本读熟了后，啊，迄个语法，重点是你加看做者，就是台语文的物件，因为你读的速度爱紧。嗯。啊，若是读的速度爱紧，拼音无写好，你就直接去考试。安尼假敢对？尤其啊，你这个答案你有满意无？尤其阮之前有好问一个台语的老师吼，你对啦当去看，有甲你教讲又要安开考课啦。对，但是连讲有机会，阮才个好问一看有老师要来甲阮讲一个台语认证的人，对啊，连讲啊吼，好。开机票。好诶，我看即摆佫有淡薄仔时间无，咱来讲一寡就是咱代替的即个服务好啊，稍等者，哈。咱爱先甲大家讲4月份培训的主题。4月份有主题吼，噔，技能3、4。惊着无代志。啊，这时阵你食一我的喙软，阮阿嬷是安尼甲我教的。对，阿嬷拢安尼。对啊，一人啥是安怎？4月份4月份的主题就是四修啊。四修，这个是谐音的对啊。哦，你辛苦哦，你想足久诶吼。港音的好无？那是谐音。哦，港音的对。对啊。四修啊，安怎咧？四修啊，就是你会当分享你囡仔是爱食的啊，还是你即马做老爸老母啊，你的囡仔爱食的啊，还是你有食过啥物特别的四修啊？即马人爱食的，甲咱细汉爱食的可能是真无共款哦。咱是少年人。啊，但是伊讲的迄，阮若是无食过，应该会使教阮食哈。我请因提供相片啦。对啊，即种啊相片，阮一下想一下迄个滋味啊，阮咧念的时阵较有感情，你知无？对。无你就是爱甲迄个物件食起来，啥物感觉爱描写有较清楚咧。对，阮咧替你读批的时阵，阮就较多就是甲阮的心放伫遐。那就咧食迄个物件呢。你声音卖出来伤济，其实我做惊即个声的呢，我嘛无介意。之前有讲过啊吼。好，紧甲大家讲一下代替的服务啊。好，你讲。就是我即摆登去的时阵啊，因为我骹无方便，住伫咧家人即边，有的月台拢是伫咧2楼，你知无？啊，你停车了，搁爱行，搁创啊种远的。啊，尾我去网络面顶查，才知影讲，你若是骹受伤、骹无方便的时阵，你会当伫咧月台申请一个用轮椅甲你送的服务。哦，对，啊，重点是专人的服务就对啊。对，但是小麻烦的，你爱先去你家面顶的服务台甲因讲，袂当伫线顶预约哟。无袂当。重点是做下面，因为迄个月台较细，你知无？叫我要入去的时候，我去检票的时阵遐无人。啊，我开始打出门的时候，我有小可有摕啦，所以我拐啊出来就当行去月台面顶。啊，因为检票拢是我家己悠卡入来就过啊。啊，尾后我想讲打电话原里面，啊，原里迄个人就是态度做歹的。这个我讲出来大家都知。无啦，伊可能心情无好啊，
伊就讲小姐过年，时啊，收无伊用啊。讲小姐，这服务就是台对台，阮这是规定，你卡来申请嘛无法度，你就是爱去找恁迄边，叫恁迄边的人敲电话来。我讲，但是我只伫柜台面顶呢，我卡无方便。我讲我敢会使甲你讲，还是讲我安怎？伊讲无法度，就是无法度啦。啊，对啊，可能是因为你无用。啊，嘿尾啊，你讲做好心的，人世间真正是处处拢有温暖。嘿我边有一个小姐，伊讲，小姐你要找柜台的人吼，来我去甲你斗找，我去甲你叫，我去叫站长。哇，伊特别正好走去，因为我刚刚看到对面有站长，然后想讲，要是伊要跳过是吧？结果无，伊会去另外一个所在找人来。嘿，啊，迄人来甲我问，啊，伊讲你拄仔检票的时阵无人，我讲无啊，遐无人啊。啊，迄边啊，迄小姐讲，拜托，阮拄则入来边啊拢无人，好无？安怎安怎？嘿嘿嘿，伊讲好好，我替你通报。结果我上车的时阵了后，我嘿，讲列车长就来啊，伊会先来看我是几号，因为过年的时阵迄票有哦，嘿无是坐共位。哦我想讲，嗨哟，即个摆卡搁爱换车厢，好你刚才我是换共一个车厢，但是我来讲一路顶人拢做好的。大家看到摆卡讲，无要紧，你坐倒一位，我去后壁。哇，够甘心的啦，就互我坐伫迄车门外口。哦，啊，要到进前，迄列车长就会来你的位，甲你载，无啦，甲你载啦，甲你看，甲你看了后，伊就用无线电甲迄园林站的人讲，阮这第七车厢有一个轮椅哦，轮椅来第七车厢等哦。哦，对，啊，迄工迄个人足古锥的哦，伊的迄什么人？列车长，伊的迄无线电面顶有一个快龙，有一个河马龙。快龙啦！我就互伊看我的迄水鸡排蒜头，我是有古酒呢，伊讲哦，啊叫落车的时阵落大雨呢。啊，伊讲你先在内底等，啊伊就讲见轮椅咧啦，伊做热心的哦，可能是伊是我的迄排蒜头的好朋友。对，啊叫伊就讲无要紧啦，我讲你安尼会等伤久，话讲无啦，阮这列车长速度真慢啊，阮驶足紧的，所以时间阁会赴，我陪你等者。啊叫迄轮椅就来啊，一个少年阿弟。伊会甲我杀，啊，一路关心讲，来，落着雨无安尼。哇，啊，我要登去的时阵，就是园林就较好，因为园林是一楼地当申請啊。是，我未行過服務台，伊講你要輪椅哦，見，伊就別喊，啊，園林的人就安尼隨走過來，哈，所以溫暖的呢伊甲你杀去倒位？殺到迄車站外口啊。伊講你要坐客人車遐，我就徛伫客人車遐等。我說可憐，阮兜無人來甲我載。我伫遐等客人車，過年攏等無車，而且因為迄工已經要食團圓飯啊，客人車司機講，阮要轉去啊，無你加錢啊，我就隨來啊。哇，重點是你知影是，結果是移工好朋友，伊讲好朋友，對，因就伫遐講，看我擺卡，叫我先行，叫我先就請因5個人等後一隻安尼，哇，夠感動的啦，拄着即個好人哦，真的啦。雖然講這無障礙空間，世界攏是障礙，但是我這心接受到大家真濟溫暖啦。看起來無需要摕棍仔拍人伊啦，拍人就話你就心，我會當假啊，我是削落啊棍仔去拍着啊。好啦，差不多是這個服務啦，但是網絡面頂攏無寫甲足清楚的。嘿，啊，而且迄官方網站你寫的迄申請嘛無甲足清楚的，你看我嘛是現場拄着才知影講，我袂使甲你敲電話申請，原來是我愛叫台對台安尼。安尼你若是伫咧即個所在一樓就無拄着即個無方便的服務，其實你會當先敲電話去哩，因就會想辦法先來甲你載。哦，對，咱人一定攏有無方便的時陣，咱像阿元安尼家己一個人住伫咧外縣，也是講你身軀邊無人，無要緊，放心，盡量接受大家的服務。嘿，對，毋通家己勉強家己。對啊那即個時陣你為着勉強，為着佫較屈強嚴重，對，你安尼為着要家己獨立，結果摔一個佫較嚴重，安尼就無好啊。對啊，对啊，但是上好是希望大家拢莫用到即个服務。有只嘿啦歹勢講毋對，講啥物活動，即個活動毋通參加，看着緊走啊！哦，差不多就是安尼啦。要是話第一集毋知錄遮緊啊，咱有這個話通講哈，奇怪呢。咱要甲大家的話講完，另外袂講了，咁要第二集吧？你看你是毋是一個月無看了？我想一個月前要講啦。明明都是你較濟話，好啊，莫講話啊，你都莫講話啊。好，我開始找冊吼，好啦，找冊啦。好啦，是尾也見啦，聽你講，聽你講，聽我講。新名愛甲小編講，叔叔別行攏通講，咦，小編台講出來就爽，多謝大家努力。拄則是毋是傷久無念啊？毋知要哪念掉。你講我哦，哎呀，我感覺掃聲。哦，好，再會。再會哦。